音控，请放那个二麦。二麦，好，谢谢。现在开1号，1号手麦。喂，有吗？有。喂，123，123，123，123。不行的不方便。1号手麦有讯号吗？那4号嘞？喂，123，123，123，123，123，有声音了。123，123。有。456。
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！上帝保守咱，逐日伫伊的保守的下面，拢得到平安。伫连续的假日内面，咱伫圣日，阁会当守伊的安息日来圣殿来敬拜伊。咱即摆献开圣诗156首，圣诗156首，恳求圣神感动阮心，156。本来困求信心感动阮心，把主灵灵结情，地尊神的热情源头。咱来看第3节，咱来看第2节，第3节的第2节。故阮无人眠日，无人芳的人，毋是无干哦吼。故阮无人眠日，心神黑暗，时常惊吓。尾啊，即句哦，使阮光明安定，吼，毋是定哦吼，安定。好，咱来唱第3节，唱较紧一丝丝啊。第3节，本来星星亲像真啊，天是高远无人迷人，心是我时常惊吓。使阮革命安定。咱第1节搁一摆，这首诗歌咱较无熟，咱搁唱一摆哦。第1节预备来，恳求信心感动阮心，把主灵灵结情。头，互阮经验为高。咱搁唱一摆，甲唱较熟一点哦。第1节搁一摆，预备来，恳求信心感动阮心，把主灵灵结情。来吟第2首，297首，297首，至大上帝愿你带我。本来至大上帝愿你带我，经过金色旷野地，我情愿了你大管理，因就看我无犯罪。天的弥留，天的弥留，求你永远有起我，求你永远有起我。这首咱足熟的，咱搁来唱一摆156首，看会晓唱袂？156，来。
好，咱即摆备办心来做今仔日的敬拜。上帝啊，我的心切切羡慕你，亲像鹿切切羡慕溪水。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，就是我的上帝。我啥事会画到上帝面前来见伊啊？吟诗圣诗第156首，圣诗第156首，恳求圣神对天降临。请会众起立。恳求圣神感动我心，马祖林林激情，你最深的热情源头，呼唤今夜为高。地是在信息感动神的所下有你，其实求你只是开条真理，证明是谁意义。星星亲像只有电视，讲我无人美丽，心是我是上惊遐，使阮光明安定。主那做我心内耕地，对你话题只爱美，地球心动就出大声，保佑归你的听。阿门。咱犹原徛伫来读使徒圣经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死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，领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，
担一个全能的爸，上帝大兵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请坐。启应文第10篇，启应文第10篇，我来启，请大家来应。我捌吞忍等候耶和华，伊对通囝的汉坑，对土地中牵我起来。伊互我的喙唱新的歌，侪人要看见来敬畏。独独我靠耶和华，以及偏误虚假的人。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你所行的奇事，月月对你拜列。这事甲礼物你无欢喜。迄时我讲，你看，我来啦。我的上帝啊，你的旨意我欢喜叹。咱共心来祈祷。上帝啊，感谢你是信实、垂听祈祷的神，亲像你当初应允所罗门的恳求，将圣德分别做圣，互你的名甲你的心常常伫遐。我也将家己的性命甲心灵全然献互你，求你的慈地永远伫我的心内。主啊，谢谢你对我的疼甲拣选，毋辜阮深知，恩典伴随着责任。求你赐予我一粒诚实甲正直的心，无我靠家己的聪明，干那敬畏你，帮助我赢过生命中的试探甲城，谨守你的诫命、律例甲典章，无偏离道正。保守我一生行伫你的旨意中，无论顺境也是反境，拢对你保持忠诚，无对即个世界。愿我的心思意念、言语甲行为，拢会得做荣耀你的殿。感谢你的应允甲保守，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性命来求，阿门。学老信歌队所要学老的诗歌是：伴我一路同行，我的主啊。
今仔日的经文记载伫《列王纪上》第9章第1节到第9节，《列王纪上》第9章第1节到第9节。我这边来念，请大家来听。所罗门已经去耶和华的殿甲王宫，甲所罗门一切所爱做的拢明白。耶和华第2摆对所罗门显现，亲像前伫基遍对伊显现一样。耶和华对伊讲：“你伫我的面前所祈祷、恳求的，我拢有听见。我已经将你所起即间殿分别做圣，互我的名永远伫遐。我的目睭、我的心也要常常伫遐。论到你若诚实心，搁正直行伫我的面前，亲像你的爸大卫所行的，遵趁我一切所命令你的，接受我的律例、我的法度，我就要坚固你的国位伫以色列中到永远。亲像我应允你的爸大卫讲，你的后会坐以色列的国位，永无断。设使恁也是恁的子孙，活转无对我，无守我赏赐恁的诫命律例，去服侍别个上帝来敬拜伊，我就要对我赏赐因的地剪除以色列，搁我为家己的名所分别做圣即个殿，也要对我的面前去杀伊。互以色列人伫万国中做画笔，受讥刺。即间殿虽然真悬，将来经过的人要望影、祈求，讲耶和华啥事安尼款待即个地、即间殿啊？就要应讲，是因为因弃杀耶和华，因的上帝。就是带因的列祖出埃及地的，去结连别个上帝，服侍敬拜伊。所以耶和华互这一切的灾厄临到因。讲道义节牧师讲道的题目是第主内的每一步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啊！那个夫妻本是一体哈。好，咱同齐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呼召主接阮来参与礼拜，互阮伫真无闲的中间，会当有安静落来，甲主你亲近的时刻。愿主的神帮助阮进入主你一切的真理。愿来的祈祷，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是这段经文是有讲到，上帝有第2摆所罗门显现。咱逐摆在听别人在见证分享的时阵，咱有时啊会真期待，会听到讲，上帝怎样对某米人来显现？上帝有讲了什么？还是上帝有做了什么代志？伫旧约时代，上帝显现的方式主要有3种。第一种就是上帝的神临到某米人的身上，再来有第2种就是上帝也伫人的面貌的中间来显现。阁有一种呢，就是上帝透过天使、先知对某米人来显现，主要是这3种方式。到伫新约时代，当圣神降临，上帝对咱显现的方式就真普遍，随时拢有。上帝有时会借着咱在读经、祈祷、礼拜，会对咱来讲话，互咱的心受感动。当然，上帝又永远会透过咱的面貌。来对咱来讲话，对咱显现。有时上帝借着某米人，或者是某一摆团契的聚会，对咱讲话。上帝也会对咱所召开所有的遮的会议来讲话。伫咱在讨论会议中讨论，还是做决定的迄个时刻，上帝拢会对咱来讲话。有时上帝也会透过咱的环境。咱所拄到的一寡代志来对咱讲话，譬如讲最近有一部影片，牧师有听到
真侪人拢在讨论这一部影片，4个字，韩剧的，哇，遮侪人拢知影吼，铁拳教育。有的人看到铁拳教育这一部影片呢，伊会受到激励。伊会受到激励，要诚做是为有担当的教育者。啊，有的父母看到这部影片，伊可能就会开始做调整。啊，我较莫吼一直在插手学校的代志。我毋知有诶，咱在座的有迄落主席学的家长无？可能恁看到这部影片，会想讲，我的囝吼在读主席学的时阵，我着莫伫教室内面，我较莫插手，老师要安怎来教导我的囡仔？啊，有的学生看到这部影片，有可能伊会开始检讨家己，学习为着家己的行做来负责任。总共来讲，信心随时拢有伫地。以马内利的主耶稣也常常甲咱同在。上帝对咱显现这项代志，实在是真殊常的代志。主要的问题实在是倒位？主要的问题是咱用什么款的心思念头期待上帝显现？是安怎？有的人敢若定定听到某某人，吼，伊定定有听到上帝对伊讲话，伊定定有看到上帝的作为。啊，有的人就嘿，啥拢无呢？我哪会拢毋捌听到上帝对我讲什么？我敢若也毋捌看到上帝在做什么？是安怎？某某人定定有看到，啊，我着敢若拢无。咱大先来看所罗门，看上帝是如何对伊来显现，伊对上帝显现，阁有甚物款的反应？所罗门正式奉称作是以色列君王的迄当阵，伊经历一场腥风血雨的王位争夺战。伊所行的每一步，拢着爱真细致啊，毋是成功就是失败，毋是生就是死。拄开始的时阵，所罗门这个王位实在坐咧的，毋是遐尔好坐。伊为着固守伊的权，伊就选择甲埃及法老的查某囝来结婚。所罗门所行的这步，实在是真毋是真妥当。对上帝吩咐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埃及这个国家，这个充满世界法则。这个充满偶像崇拜的国家，就亲像是一个会吸引上帝子民越头离开上帝的存在。所罗门伊实在有疼上帝，总是伊并无坚定倚靠上帝。当伊有留一个咧空芳互魔鬼入去的时阵，撒旦就念伊进入伊的内心，插伫遐，连所罗门家己也无发觉。毋过上帝拢知影，上帝知影所罗门伊即摆的境况，伊就主动对所罗门显现。所罗门无求哦，上帝主动伊来显现。上帝就问所罗门讲：你爱我想事你什么？通对我求。你爱我想事你什么？你通对我求啦，随在你求，我拢互你。当时的所罗门所想、所求、所想的。也是为着通守调上帝所应允互伊的一切，所以伊就想事，伊就恳求上帝，想事伊有智慧的心，通判断上帝百姓，来分别好歹。上帝对伊所求的感觉真欢喜，哦，你求这实在是真好，伊就照伊所求的想事互伊。当时是上帝第一摆对所罗门显现。了后，所罗门就用7年的时间起造圣殿，佮用13年的时间起造伊的王宫。所罗门果然用伊的智慧，互以色列这个国家有够强，互伊的名声也传遍逐邦国。总是伫遮尔多年的时间过去，所罗门伊内心。伊想要得到众人的认同，伊想要受到众人的尊重的迄种的欲望，也一直在扩大。这就是魔鬼撒旦的计谋。
伊会伫阮目的中间，豆豆啊，甲所罗门压悬到一个程度，高举到一个程度，互伊家己感觉家己和上帝会当甲上帝平等。亲像爱甸乐园迄条蛇，当初伊是对夏娃下手，对夏娃开始，然后到伫亚当也犯罪。进入到伫21世纪，特别是伫 COVID-19 以后的这几年，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一直在讨论一寡代志，一件代志就是要安怎才会当互教会来复兴。会用复兴这个字眼，就表示想要恢复过去遐尼啊教世兴旺的景况。每一间教会拢在向上帝求智慧、求资源、讨资源、求策略、求方法。咱拢想要为主发光，为主做工。咱拢想要亲像所罗门去做一间会互上帝荣光充满的圣殿，通展现互世人看。这个人拢真好，总是当咱为着事工真无用刺刺的时阵，敢若有啥物物件有漏交去。牧师就举一个例，顶礼拜是牧师去参加咱台北中会第75届第2次的聚会，会当参加中会聚会人原则上就是咱台北中会所属伫台北中会的教会100间，差不多共要100间教会的牧师甲代志长老。每一次会议应着出席的人，拢差不多是200人左右，是一个真大的盛会。每一摆的聚会开始进前，拢有开会礼拜。开会礼拜佫是圣餐礼拜。拜四迄天，照起工，开会礼拜开始，唱诗歌，像咱礼拜同款，唱诗歌、读经、祈祷。中会议长就讲道，讲道结束要准备要开始来收圣餐啊！收圣餐的时阵，大家拢真熟，牧师会念一寡耶稣所讲的话，会讲设立圣餐的意义是安怎，就安尼照起工安尼进行到伫好，安尼圣餐也中会议长也为着圣餐祝谢祈祷了后，就招呼服侍的长老起来台前，要准备要捧饼捧杯。就是这个过程，长老就已经起来台仔顶啊，要准备捧饼捧杯啊。中会议长就拍开迄个下圣餐的器具的迄个挂，一掀开圣餐的内面空，啥物拢无。内面是空的，啥物拢无。我毋知迄当阵在场的所有的牧师甲代志长老，大家内心是在想啥物？应该迄碟拢感觉足戆影的，因为坐伫台仔骹嘛是会当看到，当议长掀开迄个挂的时阵，空的，大家拢傻眼啊，感觉足戆影的。我家己嘛感觉足戆影的。我较侪的是感觉，其实迄当阵牧师一开始是戆影，过来我感觉足艰苦，我真艰苦。当时我想的出现的第一个想法是耶稣咧，耶稣伊竟然用这款的方式对阮显现啊！耶稣竟然用这款的方式对阮来显现。耶稣显现，互在场的所有的人，耶稣的显现，互所有在场的人拢感觉足戆影的，因为无有人期待耶稣竟然会用这款的方式来显现，来表明什么？伊无想要甲阮做伙来啉食。事实上，并毋是耶稣无爱甲阮做伙啉食，是伊有可能也早就知影。
非但吼，恁遮的牧师长老对伫要甲耶稣食饭即项代志，敢若嘛毋是遐尼期待啦。因为中会聚会一开就是规工的，对早起到下晡。恁吼只有想要量早吼，赶紧吼来结束。耶稣可能伊在想讲，既然恁大家拢毋是遐尼啊期待，甲我三甲恁食，我规去替恁来省麻烦啦，免麻烦啦，免恁啦，也免食，免传啦，就安尼规个跳过，省恁的麻烦。这是牧师对迄个时阵、迄点、迄个情形，牧师的内面心内所想的。对牧师来讲，对我来讲，这就是主对阮来显现。主用这种的方式，甲阮建构。每一摆圣餐，我毋知大家伫逐摆伫收圣餐、圣礼典的时阵，大家是毋是有足期待？每一摆圣餐是咱纪念主耶稣牺牲甲救赎的时刻。上帝以爱甲咱结连，以爱甲咱三甲伫地。咱拢知上帝并无具体的形象，咱看袂到，也摸袂到，所以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拢会当确定上帝确实有显现，而且伊所听到的别人的遐个见证、遐个见证分享，所讲安尼讲啊，喙甲全破，对伊来讲可能上帝就是有对你显现啊，并无伫我的心上啊。遐个显现也很难拿到科学证据来证明上帝有显现这项代志。总是圣餐的重要性就是遮。圣餐是耶稣伫受难之前赏赐予咱上大的礼物。圣餐本身就是在见证主耶稣的恩典甲怜悯。借着圣餐，咱亲像通看见，因为牧师在擘饼的时阵，迄就是耶稣的身躯，咱通看到耶稣是安怎为咱来牺牲。咱通听见，因为牧师会讲圣餐的意义。会讲主耶稣所讲的话，咱会当听到，甚至咱会摸到。当咱咧摕饼的时阵，咱会摸到耶稣的身躯，咱亲像会当摸到耶稣的身躯，甚至是食到恩典的滋味。借着圣餐，咱确实知，也相信圣餐也在见证，咱伫主的内面，主也伫咱的内面。当牧师坐伫我所坐迄个位，看到迄个下圣餐的器具拢空空的时阵，我的心伫迄瞬间，也敢若规个拢好像整个也被掏空了。我就在问我家己讲，阮即阵牧师长老，敢是因为事工真无用到一个程度，一直想要做好的成绩，竟然袂记得爱替耶稣留一个位。对伫要甲耶稣做伙啉食、同坐毒即项代志，感觉无要无紧，变做无要袂紧。亲像所罗门啊，所罗门嘛是安尼，伊赶紧伊旨意起造圣殿，然后佫旨意起造伊的王宫，伊旨意伊的成就，伊旨意伊所做一切事工。伊和伊的老爸大别上大的差别，就是伊较要紧的，拢是外面的遮的代志，就是外表的遮的成就。当咱伫一个位坐久，讲名声有名声，讲地位也有地位的时阵，咱是毋是会亲像所罗门，感觉上帝一定徛我这边的啦？无论我讲什么、做什么，上帝就一定会支持我。所以毋免开费时间，搁去求上帝；毋免开费时间，祈祷去问上帝，免问啊啦。伊讲上帝就互我遮尔有成就啊，上帝一定徛我这边的。当然，
伊袂去问，无想要去问上帝，当然也袂期待上帝安怎来显现。伫诗篇49篇有讲，人踮伫尊贵的中间，若无清醒，就会亲像死的精星。人如果在一个高位当中，如果不够清醒、不够醒悟，那么就会像将死的牲畜。就伫所罗门完成伊心中所求所想的，伊完成遐尼大的工程，遐尼成功，遐尼有成就，上帝第2摆对所罗门来显现。毋知咱有发现无？对第1摆甲第2摆的显现，其实所罗门拢无祈祷的，伊无特别为着伊家己来求祷，伊无特别为着伊家己的需要来向上帝来求。我所讲的需要是伊内心的需要。就算讲咱无祈祷，感觉无需要祈祷，无需要为着某一项代志祈祷，甚至也无啥物期待的时阵，上帝永远会伫咱需要的时阵对咱来显现。就亲像牧师拄则所讲的，咱在开中会聚会的时阵，所有人无人想讲，绝对无有人会期待上帝会用即种的方式来显现啦。大家踹一个，有够戆影的，整个都傻掉了。议长也傻掉了，书会也傻掉了，在场的遐个长老，准备要旁边的长老，也都一时间都傻在那里，愣在那里，唔知要安怎如何是好。上帝伊永远无论咱有求无求，总是上帝会伫咱需要的时阵对咱显现。问题就在伫上帝已经有出声，咱要安怎来回应？是安怎上帝爱伫所罗门遮尔阳光，逐款就是逐项拢真好势的时，对伊来显现。照讲咱逐项拢真好势的时阵，我们常常说，人的尽头是上帝的起头。意思是讲，人若无行到一个坎站，迄才是咱人一切拢真顺心、真顺利的时阵，较袂求祷，较袂向上帝来祈祷。反过来说就是这样了哈，意思差不多是安尼啦。对圣经来看，所罗门伊从来袂为着家己减有得罪上帝这项事来祈祷。因为伊感觉伊的成功就是见证上帝拢足意爱伊的，所以所罗门呢，伊拢在替别人祈祷啦，伊拢在替别人要认罪悔改来祈祷。伊感觉需要祈祷的，拢是别人，拢是别人需要互上帝调整，毋是伊家己，伊拢无代志，真好势。所罗门对全会众的问题，伊看甲有够清楚，真明白。总是伊对伊家己本身的问题，却是无明，所以上帝就伫伊大成功的时，阁对伊来显现。这对所罗门来讲是一个真好的机会，是一个真大好的消息，是伊通好好抓掉的机会。亲像拄则所讲的迄个圣餐的代志，对牧师来讲是个真光影，足惊吓。总是这对牧师来讲，嘛是一个足大的提醒。莫想讲我已经做牧师做偌久，就真会靠势啊！咱伫世间的成就，咱在服侍上帝，嘛是爱安尼。上帝甲阮提醒的时阵，对阮来讲就是一个好消息。今仔日的经文第40、第50，上帝甲所罗门提醒讲：论到你啊！论到你，若诚实心，佮正直行伫我的面前，亲像你的爸大卫所行的，遵行我一切所命令你的，接受我的律例、我的法度，我就要坚固你的国位伫以色列中到永远。亲像我应允你的爸大卫讲，你的后裔坐以色列的国位永无断。上帝在提醒所罗门讲。
所罗门啊，你为着全会众的问题，应着爱认罪悔改这项代志真好。毋过，现在我要问的是你家己咧，你家己的心减有诚实正直，你有疼我比疼你家的，比疼你家己搁较深吗？你有疼我比这个世界的成就搁较多吗？亲像耶稣也捌问彼得讲：你疼我比这个搁较深吗？上帝显现，上帝提醒甲警告，表面上来看会感觉互咱惊吓，总是一个好消息，就好像是一台跑车，我们有那种跑车赛车的那种跑车，它必须要有很性能优越的刹车系统。油门爱吹落去是没问题，总是你刹车系统不好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。所罗门迄台精装的跑车，伫伊所跑走的每一段的路程，伫伊所经过大大细细遐的弯角，伊要安怎才会当真好势来搭伊的档啊？要搭偌深？搭浅浅的，还是较多淡薄啊？还是规个搭落去？伊要将上帝话听入去偌济，佮愿意为着上帝调整，做偌济的调整。相信咱每一个人拢毋茫迄位满有智慧的所罗门，会做出上正确的判断。相反，上帝也有将迄个档下下伫咱每一人的生命中。无论咱捌伫上帝面前有啥物款的誓约，无论咱对上帝呼召有怎样的回应，咱所做的奉献，咱为着咱家己本身的生活成就在打拼的过程，上帝拢看在眼内。毋过，上帝搁较伫意的，搁较伫意的是咱的生命的景况。上帝毋望咱的亲像大笔，通伫真无形的中间来搭一个档啊，停落来，安静落来，用上帝话甲上帝心诚实面对家己的内心。上帝话记载伫圣经，上帝已经有出声，上帝已经有讲话啊。上帝也已经将真理的神下伫咱的内面。上帝话、上帝神就是上帝对咱显现的证据。因为上帝知咱所行的每一步，咱所要跑走的每一段路程，当咱要出发进前，还是行伫路中，拢一定要有档啊。才会有平安啊！没有刹车的车，你敢开？你敢骑吗？很恐怖啊！没有刹车的车，非常的恐怖。咱拢知影，所罗门的老爸大卫并无完全。当伊成做以色列君王的时阵，也捌受到引诱。讲毋若一摆犯罪，伊所犯大卫所犯的罪，阁是大大得罪上帝。毋过，大卫真可取的所在，就是伊为认罪悔改，会及时将档啊搭落去。伊会检讨伊家己本身，袂下责任。伊伫意，伊所伫意的，伊是伊甲上帝的关系；伊所伫意的是上帝的想法；伊伫意的是上帝本身，毋是伊个人的成就。伊拢是用诚实甲正直来面对上帝。所以，照安尼来看。一位合伫上帝心意的人，并不是袂有失错的人，颠倒是伫得罪上帝，互上帝提醒了后，为着会当继续甲上帝相同行，会念伊搭档啊，放下家己的成就，放下家己的骄傲的人，也是会用诚实面对家己的内心，承认家己的失错，真心、真性、真力。牧师毋是要讲听主你的上帝，总是真心、真性、真力，伫主内面去做调整的人，也是听主的人，同款的意思。总是有时咱对“听”这个字，感觉好像都轻描淡写的，尽心、尽心、尽心爱主你的上帝，怎么爱呢？爱要用尽全力的去做调整啊！
咱爱尽心、尽心、尽力去调整。调整毋是遮尔简单的代志。一个习惯吼，若惯习久来，要调整是足困难的。总是咱着爱尽力去做调整。兄弟姊妹，咱竟有期待主的显现。咱对所罗门，上帝对所罗门的显现，咱即时竟有足期待上帝对咱来显现。当主显现的时，咱阁要怎样来回应？仰望主的显现，对咱来讲，拢是通夸口的。咱通夸口啥物？咱通夸口，伫咱所行的每一步，拢有主的业力；伫咱所行的每一步，拢有主的灵敏甲稳定；伫咱所行的每一步，拢有主甲咱三甲地地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定定借着圣神保惠师对阮显现，提醒阮所着爱调整的所在。也感谢你通过真理的神，互阮通明白你所讲一切的话。恳求主继续保守引带，互阮伫你的灵敏甲稳定所行的每一步，拢通得到主的欢喜。愿咱的祈祷感谢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咱来唱回应的诗歌，第297首，第297首。至大上帝愿你带我，请会众起立。至大上帝愿你带我，阮过今世曠野地，我真愿着你带我你。手牵我无原罪，天的美流，天的美流，叫你永远留起我，叫你永远留起我。我命罪，愿求你饶恕，我心碎大。请坐，奉献，请书献的同工。
请起立唱奉献的诗歌。请坐。公道，咱来掀开酒杯来呀。公道的事项，咱为着教会异象，真传信徒万民该祭司来公道。第一项，愿圣灵来扶持帮赞，互咱伫每时每刻拢会当以纯正的心甲正直行伫主的面前。第二项，咱爱为着咱教会集体沈淑慧、陈德明、赖清光、黄仁和、陈秀荣、林慧珠、黄世明、胡玉珍、黄世琪、林以诺、张慧香、王以玲、杨志坚、李雅娜、陈瑜君、林春枝为因的身体来祈祷。第三项，为着6月26社区关怀据点春季班的结业式，6月28福音主日的邀约，7月26升级礼拜的儿少青的预备，为着这个事工来祈祷。第四项，为着咱这个世界，求主来施行审判。互世人因着上主的惩罚来转离因的罪，求主来怜悯、饶赦甲赦免。咱额头来祈祷。主啊，阮甘心来宣告你摆伫阮心中的教会异象，真传正信徒，万民该祭司，求圣灵来帮赞，来扶持，互阮伫每时每刻拢会当以纯正甲正直的心行伫你的面前。主啊，阮也将阮全教会软弱需要守望的肢体来带到你的面前，求你施展医治、医治甲安慰的大能，做因随时的盾牌。阮也为着咱教会最近推动的社区据点结业式、福音主日的邀约，甲儿少青升旗礼拜的备办，迫切来祈求，求主赐下智慧甲合一。互逐项的事工成做福音的门户。最后，阮为着这个动荡的世界来呼求，求主实行审判，互世人因着你的惩罚来转离因的罪。求主在发生气的时阵，以怜悯、饶赦、赦免这块土地，互万民拢来归向你。阮也要用你所教示阮的主祷文，安尼来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伫正，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，今仔日互阮
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地市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们。报告，我遮来报告。咱首先来欢迎文和长老的大哥陈文德夫妇从美国回来，可以站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，欢迎归国。教会消息的部分，第一行，6月22、23中区牧者夫妻的退休会，他们要到宜兰南洋博物馆去看一个古迹的展览。第二行，6月26后礼拜5，宣道部会举办社区关怀据点春季班的结业式甲感恩餐会。这届是邀请到更生团契的陈建荣牧师来分享。学员志工总共有101位来参与，另外秋季班就是下一个学期的课程也已经额满，定于9月3号陆续开课，请大家来关心代祷。第三项，下一个主日是福音主日，也是禾堂礼拜，咱特别来邀请新竹中会平安非教会郑元宪牧师来咱教会分享见证，郑牧师嘛会带因教会敬拜团来带领会众来敬拜献诗，机会很难得，请弟兄姐妹到底来邀请福音朋友到底来礼拜，领受主的恩典。第四项，后一个主日爱餐了后，全教会要进行大扫除，请各团体注意家己分配的区域。还有请亲友协助总务部甲团契会长来调度指派家己的人手。第五项，团契会长上班是今仔日要提交第三季的服饰排班甲聚会内容，予咱的英英干事。第六项，今年第三季的新眼光读经手册已经到啊，若有需要到1楼。招待桌自由索取。团契消息，后礼拜六下晡的3点，妇女团契有聚会，主理的人是咱浸会的长老。第二项，7到8月松年团契放暑假，所以7、8月的聚会是暂停的。奉献明细，若有错误，请会计来更正。报告到这结束。咱上营第511首《阿罗上帝至悬至尊》，请会众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扶持甲帮助，甲恁众人三甲地地，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麦岛碧辉。